来继续来看副总统赖清德到巴拉圭访问过境美国，引发到中国的反弹。但是中国并无真大动作，让外界是真好奇。讲原来是美国的航舰雷根号拄好就伫台湾的东部的外海。副总统赖清德结束到巴拉圭行程，今仔日回国。赖副总统讲，这绝对两国未来的邦谊甲合作有真大的帮助。讲台湾愈来愈强，国际社会嘛真重视台湾。回到台湾，现场拢是噗个声。赖副总统甲大家握手，向台湾人报告出访的成果。感谢侨胞朋友的热烈欢迎，以及对祖国中华民国台湾的支持，也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。赖清德对这座外交成果真满意。大号半暝到台湾的时，美国军舰嘛伫咧台湾附近。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学会公布，雷根号的位置就伫咧咱台湾的东部外海，当结束和澳洲军方的大型演习，即马伫咧西太平洋执行任务。若结束，就会转来日本的兴苏号港。那顶一摆军舰出现伫咧咱台湾附近，是伫咧今年4月。当时，蔡总统过境美国，中国的山东敢出动，美军就派尼米兹号监控解放军。这摆雷根号出现伫咧咱台湾附近，强拄强日本的防卫性公布，拢总在在中国和俄罗斯军舰通过。另外，南海地区解放军嘛公告会进行5天的实弹射击。未来我国正要出访，中共会有固定骚扰台湾的套路，美国打击群联防也可能成为常态。象征台美民主防线坚若磐石，贺阻中共恣意妄为。凡是有雷根号伫咧附近，对赖清德出访，中国渐敢伤过摇摆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